伊的王位。是咱请牧师甲咱分享信息。各位亲爱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咱所在圣经内面的所罗门王，伊是以色列国第三任的国王，进前是扫罗甲大卫。伫所罗门的时代，伊国家的权力达到巅峰上悬的位置。以色列国伫所罗门王的时代，享受前所未有太平的盛世。就亲像伊的名所罗门同款，所罗门有平安、有太平的意思。总是所罗门还佫有一个名，咱较无熟悉，就是伫拄则咱所读头一段的圣经节，撒母耳记下卷12章24节到25节，记载所罗门另外一个名叫亚底底亚。这是上帝亲身赐名给伊，意思是讲耶和华所听的，或者是更较正确来讲，就是耶和华所亲爱的。若是用咱一般在讲的话，就是这个人得到上帝的听从。佮这个名亚底底亚，咱看到伫全本的圣经内面，敢若出现这一届。佫是用伫所罗门的身上，无有其他人会当用这个名，表示非常的特别，因为上帝听伊。上帝怎样对所罗门来表现伊的听？有几项咱会当看见，就是互伊会当来做王，有两遍对伊显现，想使伊有智慧、尊贵、严光，甲侪侪的钱财。互伊会当起圣殿，会当做王40年，伫即中间国内国外拢得到太平，最后到伊岁数满足来死。咱会当看到历史历代所有做国王的，真罕得会当几项拢总有。但先来做国王这项代志就已经无简单。照理讲，是轮袂到所罗门来做国王，因为咱看大卫伊有侪侪的囝儿，特别伫伊伫耶路撒冷做王进前，伫西比伦甚至伫闪米所罗对杀的时阵，这个时阵就有几个后生出世。所罗门只是中间一个，甚至是后壁，照理讲是排袂着伊，特别。也有一个兄哥叫做阿多尼亚，本来这个阿多尼亚是上有可能来做王，嘛有真侪人甲支持，包括元帅约押，总是伫迄个时阵，伊差使要做王的时阵，互这个先知拿单、祭司撒督甲拔示巴抢大声一骹步，互大卫。伫伊要过身之前，赶紧会当宣布所罗门来续接伊来做国王。这个故事记载伫《列王纪上卷》第1章，咱当去当家己来看。过来伫圣经有两遍记载上帝对所罗门来显现。头一遍是伊拄啊做王的时阵，所罗门甲上帝来求智慧，上帝就赏赐伊，互伊有智慧。伫旧约圣经内面有箴言、传道书，这两本拢属于智慧文学，这拢是所罗门所写的。咱若是认为需要搁较知智慧是啥物物件，咱会当直接来看到。过来雅歌嘛是所罗门所写的，虽然这是描写男女的爱情的歌、情歌，但是这嘛是当讲起上帝甲人中间迄款的关系。上帝第二遍甲所罗门显现，是伊完成圣殿献祭献殿了后，所罗门伊毋是先知，但是有上帝对伊两摆甲显现，咱会当看到。用一个普通人来讲，这是真大的恩典甲疼痛。所罗门也是一个真有见识的人，
伊上互人知影的建设就是伊起圣殿。伊的老爸大鼻王也想要起圣殿，但是上帝无允准。圣经讲，上帝的意思是因为大鼻是勇士，伊的手流侪侪遮人的血。上帝圣殿是表示上帝临在伫人的中间，是一种人甲上帝中间的和平，所以伊无要互大鼻王来起圣殿，反倒当互伊的囝出世伫即个太平的时代，名佫是所罗门平安的即个王来起圣殿。所以伫旧约的时代，即个圣殿叫做第一圣殿，也叫做所罗门的圣殿。今仔日咱所读第二段的圣经节，是关系所罗门王伊财富即款的描述。伫第三节有讲到所罗门王伊当年固定的收入是2万公斤的黄金，这是固定的收入，佫无包括遮个生理人纳税的税金，遮个其他国家进贡的遮个金银财宝。咱看2万公斤的黄金换算代表260亿，这是伊当年固定的收入。咱看这是非常多的数目。佮再来，毋是所罗门伊个人真好业，伊的人民嘛真好业。伫咱拄则所读圣经20节讲，所罗门的年间，人看银做无物，就是这银仔无算啥物吼，因为黄金是搁较济。甚至27节搁一遍强调，王伫耶路撒冷互银做亲像石头，因为真济。咱若是有机会去以色列佚佗，你会发现伫遐上多物件就是石头。所以因的人照旧约的习惯，若是真生气就用石头共牵，或者是违反宗教的规律，嘛是用石头甲牵死。咱看到现在嘛是，在巴勒斯坦人因无法度有武器，但是这面对以色列军队的时阵，因嘛是牵石头。但是伫所罗门的时间，因毋是牵石头，因凊彩牵出去可能是银。牵到的人毋知是要欢喜，还是要艰苦，因为你毋是用黄金甲我牵。所以黄金太济，当想象迄个时阵国家人民非常的好业。伫拄则圣经咱嘛有看到，讲伫王宫有200面的金的即个大牌，每一个差不多是7公分，有300面金的盾牌，差不多是3公斤外，佫有即个金的宝座，象牙做的，佫包金，佫有金的骹踏椅，所有的金，所有的器具拢是金的。可能你若去王宫看到的，毋是纯金就是包金，也是大金，因为因的壁，因是大壁纸，是大黄金。所以你若去王宫是金碧辉煌无细字目睭佫去金仔试一个煞爬袂开。所以所罗门时代真正是叫做黄金的王朝。总是咱看到所罗门一死了后，伊的国家就分裂，无法度佫亲像有即款的繁华甲富裕，是安怎会安尼咧？伫遮咱要来了解所罗门伊是一个什么款的人，咱会当对伊的性格来做一个分析。大先，所罗门伊的老母是拔示巴，咱对圣经咱知影，这个拔示巴就是互大卫为着伊犯着伊一生上大的罪过，就是抢这个拔示巴，然后将伊的先生也是大卫原来一个勇士甲害死乌利亚。所以大卫为着这个代志，为着拔示巴害得这个所罗门可能伫伊成长的过程，会互人来指指点点讲你的老母就是这款人，你老爸大卫就是因为你的老母的关系，才
犯这款的错误，搁害至安尼家庭乱糟糟，所罗门可能伫这款真压抑的心理的中间来大汉，伊嘛无法度辩解。过来，所罗门伫这所有的王子的中间是算上差不多少年，因为头前阁有较大汉的兄哥，照理讲伊无法度做国王，但是呢，后来嘛是因为拔示巴的原因，可能大兵有甲伊答应，要互伊的后生所罗门做王。后来伊真正做王了后，咱嘛看到伫宫廷的斗争的中间，伊伫遐将这个本来威胁伊王位的人拢甲杀死。事实上，伫毋管什么时代、什么所在，宫廷的斗争拢是安尼。咱伫电视嘛会当看到，所以伊就大声将伊的兄哥阿多尼亚甲杀死，过来嘛将这个原来支持阿多尼亚的元帅约押嘛杀死，用安尼互伊的国位得到稳固。过来这个所罗门真少年就做国王，可能差不多是20通岁那点，伊嘛想要互人来尊敬，互人看重，才会献计，就互伊的缺点来显露出来。头一项伊的缺点就是伊真爱表现，所以伫遐来夸耀伊的财富。兼且是要通过安尼，互人会当甲欣赏，会当互人来甲尊敬。总是咱嘛会讲财不露白，就是讲你若有真侪钱，你嘛毋通互人知影。所以真侪人伊中了大乐透，伊嘛惊互人知影。因为惊有人甲讨，惊有人会甲伊找麻烦，甚至互伊有危险。不过咱看到这个所罗门确实收集最多这金银财宝，搁伫遐真大方来展示，互人看到来炫耀。当伊国家真强的时阵，点猜这是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。总是当国家的溃烂衰弱的时阵，或者是国际局势有变动，亲像有啥物较强的国家兴起，反倒转就会诚做别人伫遐咪咪想要得到的对象，甚至害到伊的子孙来拄着危险。咱听到人在讲耶路撒冷，会用一句话来形容讲耶路撒冷黄金城。是安怎会安尼讲呢？可能因为有内面有真侪黄金，就亲像咱所读的圣经，这王宫圣殿内面有真侪这黄金，大家就知影讲，耶路撒冷有黄金。还有一个原因，就是伊的建筑，伊的建材，因为耶路撒冷规定到现在嘛是同款，伊的建材敢若会当用一种石灰岩，这是白色小可黄色的这个石头，就亲像咱高楼你若出电梯迄堵壁迄款的石头，所以规个城市伫这个日光的照的下面，真正是发出亲像黄金这款的色，所以互人就想到耶路撒冷，就想到黄金，就会引起因对这个钱财的想象，佮想要去甲占有这款的欲望。再来，所罗门的缺点，第二项就是伊无注重子儿品格的教育，尤其是灵性的培养。咱看到所罗门，伊敢若为着家己的享受快乐，也无将伊的机会留互伊的子孙。伊阁无用去接见这个外国进贡，而且个国王，这个使者，也忽略对子儿的教示，无时间来陪伴因。甚至咱嘛看到伊对伫伊的线接的人，罗波安无有好好栽培，直到伫罗波安接任的时阵，国家随时就分裂。咱头拄仔阁有讲到上帝两遍对
所罗门来显现。那呢，所罗门敢有带领伊的囝儿来认捌上帝？好亲像是无。所以咱看到所罗门虽然成功，但是这个成功敢若到伫伊即代那定，煞接就无，反倒当是伊的失败。伫今仔日咱的礼拜中，要侪人要洗礼，要几位是跟信礼，就是因细汉的时有来教会，父母就带因到伫教会，等伊大汉，因就决心要将这个信仰当作伊的信仰，伫遮来接受洗礼。这就是父母真好的引带甲影响，互咱的信仰毋是干那到伫咱即代那定，佫会当一代一代来续接落去。当时咱看到所罗门却毋是安尼。第三项，所罗门伊的缺点就是疼家己赢过疼上帝，对重人过头伫对重上帝。咱知所罗门伊晚年上大的失败，就是伊娶侪遮的外邦的女子，就是遮的公主。虽然遮的拢是正治的婚姻，总是遮的外邦的女子，是遮的侪边仔的国家，或者是部落因的公主。所罗门是用这款婚姻的方式，甲遮的国家、遮的部落来结亲、来结盟。伫遮就表现出所罗门看重用人的方式解决国家的问题，会当达到伫一种区域的和平。相对就是伊无倚靠上帝，就是伊倚靠外在的势力来维持国家的太平，表示伊的心已经无有遐尼倚靠上帝、敬畏上帝，亲像伊少年的时共款。搁较严重，咱会当想象，遮个公主带着因的遮个奴仆人爱甲侍奉，进入伫王中，搁有因家己的信仰，甚至嘛有祭司对因入来，甚至若是所罗门甲因宠爱，搁会甲因起因的庙。安尼就是等于将这个依教、这个信仰全宗进口进入伫以色列，所以这点就搁互上帝搁较生气。而且咱要先了解一项代志，有时咱会讲上帝会听，上帝会听是有条件还是无条件咧？上帝会听有条件还是无条件？认为上帝听是无条件的，请举手。好，认为上帝听是有条件的，请举手。好，无举手的，是有时有条件，有时无条件。点解咱认为上帝听无条件？因为咱知影上帝听非常的伟大，是无价的，伊嘛无需要咱互伊什么款的报答。互伊会当得到利益，所以咱会认为上帝听是无条件。咱的经验嘛是安尼，确实上帝咧创造世间的时阵，伊创造人是无条件。过来，上帝互耶稣基督到伫咱中间，替咱来死，特别是咱还阁是罪人的时，伊就替咱来死，这是无条件。但是咱爱知影。大部分的时阵，上帝听是有条件，上帝听是有条件的。这毋是我讲的，是圣经讲的。因为咱对圣经、对所罗门这个代志，咱就会当知影，上帝的条件是啥物？真简单，就是爱咱信靠伊，遵守伊的命令。所罗门的代志嘛是安尼。伫列王记下卷11章第9节到第10节有记载，讲耶和华受气所罗门，因为伊的心离开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，就是捌2摆对伊出现，也论到这个事捌命令伊，毋通对别的上帝，总是伊无守耶和华所命令的。
伫遮咱看到上帝疼伊，迄个投影片对，伫遮有即个圣经上吼，上帝疼所罗门，总是上帝的疼是有条件，就是当所罗门伊无照上帝所命令所吩咐的时阵，当所罗门离开上帝，上帝就无疼伊啊，因为伊无爱上帝，伊嘛无爱上帝疼伊，所以上帝就无疼伊。虽然上帝一开始有疼伊，予伊亚底底亚这个名，表示上帝所亲爱的，但是伊无疼上帝，伊无守上帝诫命，上帝就无疼伊。咱嘛知，当上帝无疼一个人的时，伊就要为着伊家己所有的行为，担当一切的后果。上帝的疼怎样表现伫咱的身上？上帝嘛疼咱，上帝大声通过伊所疼的囝耶稣基督来到伫咱的中间。圣经讲，上帝疼世间人到安尼，互咱袂沉沦，得到永远活。上帝伫圣经伫福音书也常常讲，耶稣是伊所疼的，他的爱子。即嘛，伊所疼的囝也伫咱的中间，伊也呼召咱来跟缀伊，互咱诚侪伊的信徒，佮毋定诚侪信徒嘛诚侪门徒。今仔日咱要怎样来回应上帝的疼呢？伫新约马可福音10章记载一个少年的有钱人来见主耶稣。伊就问主耶稣关系永远活的代志，主耶稣就大声甲伊讲上帝的诫命。对少年人讲，老师，这诫命我对细汉就一直拢有在遵守。意思是讲，伊自细汉伊就捌上帝，伊嘛信靠上帝，伊嘛听上帝话，遵守这的诫命。撒迦福音书就记载讲，耶稣看伊。听伊就甲伊讲，你还欠一项，就去卖你还所有的来互送向人，就要有财宝伫天里，搁来缀我。福音书对伫耶稣将来拢无有即款的描述，讲耶稣看一个人，看就听伊。咱毋知影耶稣是安怎看即个人，兼且互伊看了感觉真歹势，但是耶稣毋是干那看伊，佮听伊，佮对伊有遮个指示。咱知影故事的结局，就是这个少年人听了这话了后，面就失色，忧闷就去，因为伊的产业真多。咱想伊的产业搁较多，嘛未比亲像所罗门遮尔多，真可惜。伊伫遐无有用实际行动来回应主耶稣的疼，迄个时阵伊就失去诚侪门徒的机会。今仔日咱感谢上帝，因为咱拢会当坐伫即个所在，咱会当诚侪耶稣基督的信徒甲门徒，就是咱要立志跟随耶稣基督的人，这是何等的恩典！甲上帝的疼痛伫咱的身上，即款的疼通过耶稣基督的保护显明伫咱每一个人的身上。即款的疼是无价的疼，总是毋是无条件的疼，是有条件的疼。因为今仔日伊嘛是爱咱信靠伊，佮遵守伊的命令甲教示。伫今仔日在礼拜中间，咱有侪的兄弟姊妹要一家来受洗礼，来归入伫圣父、圣子、圣神的名下面。咱要诚做上帝的囝儿，咱要领受上帝的疼。咱感谢上帝，咱嘛伫遮诚做见证者，相时嘛通过即款的见证，互咱会当回想，咱受洗礼的时阵，咱嘛是得到上帝的疼。
但是咱要知影，上帝听毋是干那伫洗礼时阵才显明伫咱的心情，是伫咱洗礼进前，上帝就听咱；伫咱洗礼了后，上帝嘛继续听咱。所以伫咱基督徒的生活中间，咱就要不断去领受上帝的听，不断回应上帝的听，就是听上帝的话，甚至咱嘛爱甲人来分享这款的听。咱伫后礼拜下拜五拜六有报道会，就是幸福人生的工作，咱嘛会当通过这款的机会去邀请人来，阁有机会甲人来分享。咱怎样得到上帝的听？上帝的听甲一般人的听无同款。一般人的听会因为咱听伤济人，咱就无法度无气来去好好啊听每一个人。但是上帝的听无同款，反倒等因为人搁较济，上帝恩典、上帝的听搁较伫咱的中间。愿上帝帮助咱，互咱会当体贴上帝的心意。互咱会当伫上帝的听的内面来享受伊所要互咱的福气甲恩典，上帝也欢喜要赏赐福气互咱，互咱得到丰富，得到丰盛，互世间人知咱是上帝所听的囝儿，咱甲伊相甲伫地，伊也要甲咱相同行。咱同心来祈祷，主愿感谢你，因为你会听通伫阮的中间。互阮会当诚侪你的囝儿领受主你的听，主你也欢喜伫阮的生活顶面对阮来表现你的听。伫这个时阵，阮也要为着这个众兄弟来祈祷，特别你也有应允你所听的，要互因得到好困。伫阮中间，阮也有兄弟。因的困眠无好势，因有侪代志颠盘，有压力，有重担。主你也求你，互因得到好困。因为伫诗篇127篇第2节，你有安尼应允，耶和华上帝所亲爱的，要互因得到好困。求你，互阮伫暗时困眠的时，会当享受这款的应允甲祝福，也互阮会当伫这时，阮就得到快乐。会当面对阮生活最多的挑战，佮互阮会当伫阮生活中间，阮欢喜甲人来分享，互你的国得到扩大，互你的听会当临到伫每一个人的心情。阮伫你的面前安尼祈祷，是我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